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最近点出一个特点，小解100年前的文化协会，甲社会上有伫咧走跳真丝，和含迄当时是咧做虾米款的伎俩，通好了解到迄当时的社会形态。好，我们这次这个趣味展呢，基本上就是从这本《台湾人世间》去做发想。日本时代台湾重要的政治文化媒体台湾新民报社出版的《台湾临事感》，内面小解迄当时日本甲台湾社会侪出名人，都会介绍他们的家庭背景，然后还有他的就是职业的一个成长。那最重要，其实它里面最特殊一点就是他会介绍这个他们每一个人的兴趣。好，那比如说可能蔡培火喜欢音乐啊，然后林献堂可能喜欢有一些汉诗或是一些围棋。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，配合100年文协活动，这站是用较软性的角度，先了解迄个年代的社会，豆豆出现休闲的观念，一寡文人的兴趣是啥物？林献堂是咱因讲台湾头一个去环游世界啦，伊将伊看到的拢改写做游记啦吼，才寄转来台湾民报发表。互大家拢会知影讲，其实原来伊伫咧西方看到的世界是安尼。展场内底嘛无记文协成员放电影的场面，互大家了解因是安怎来推广想法理念，嘛有互动的体验，互民众切看卖家己的个性是甲倒一位人物较相像，透过兴趣进一步来认识100年前文协时代的风云人物。记者陈亚文、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。